后来继续来看，今仔日各校拢开学咯。来看高雄的新上国小有超人力霸王现身，学校阁准备2000份的奖品，有超人的吊饰甲卡棒等等，小朋友是真欢喜。另外，台中外部国小的门口是出现一阵马，咧执行着保护儿童的勤务，学生嘛感觉真心惜。开学日行入校园。 超人力霸王出现伫国小校园，迎接这学生囡仔，大家囡仔拢烧着要甲英雄翕相。开心，我觉得他很帅。那你听妈妈说，你今天特地有早起，对不对？由校长甲其他的教职人员，我面躯穿服装，打扮做超人力霸王，唔有真的人，佮有准备转2支，有超人的吊钳啊，等等，有2000多份，人人拢有奖。 从这个小的胸章，一直到徽章，那么文具，一直到甚至是抱枕、书包等等这些，都有超人力霸王的系列的奖品。小孩子今天早上起来特别有精神，就会觉得小朋友比较不会那么排斥上学。和全校的师生惊喜的，要台中这个校园。 一匹马出现伫外部国小的门口，这学生囡仔目睭拢随紧起来，农历马年，大家警方发挥创意，开学日互动的勤务，直接牵一匹马来做特别嘉宾。 我们低年级的小朋友好开心、好兴奋。那相信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宣导模式哈，能够让孩子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刚刚有说了马到成功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还要马力全开，认真念书，好不好？ 现场嘛设一个小小警察的体验区，提供特制细领的警察卡，互囡仔体验做人民保镖。年假过后的开学日，这特殊的景象，或者学生囡仔伫开学日心情袂郁卒，会使好好迎接新的学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